苦路14站，第12站，耶穌死在十字架上。當耶穌最後一次高聲呼喊，佢嘅心靈同神完全合一，佢完成咗自己嘅使命。呢一句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，唔單單係佢肉體生命嘅結束，更係屬靈上完全嘅交託。佢嘅生命完全順服於父神嘅旨意，並且將佢嘅靈魂交上。喺呢一刻，耶穌唔係為咗自己，佢係為咗所有嘅人類，為每一個需要救贖嘅靈魂付出咗生命嘅代價。我哋喺生活中常常會遇到困難同埋挑戰，但係我哋會唔會願意同耶穌一樣，將自己嘅一切交託俾神，相信佢嘅計劃遠超過我哋嘅意念？耶穌所流嘅血成為我哋罪嘅代價，亦都洗淨咗我哋嘅罪，讓我哋得以重新與神和好。佢選擇咗呢一份無條件嘅愛，為着係要我哋能夠得着新嘅生命，得着永恆嘅盼望。耶穌喺十字架上嘅死亡唔係一種失敗，而係佢對世人嘅愛最深嘅表現。約翰福音15章13節咁講：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。我哋願唔願意為愛而付出，甚至喺受苦嘅時候，仍然選擇寬恕同埋愛呢？耶穌死喺十字架上嘅呢一刻，係愛最高嘅表現。佢嘅愛唔係理想化，唔係空洞嘅言語，而係具體嘅行動，係為咗救贖我哋而付出生命。佢唔顧自己嘅痛苦，為我哋嘅永生選擇咗十字架嘅道路。呢一份愛係無條件嘅，即使我哋曾經背叛佢，佢仍然選擇為我哋死。佢嘅死向我哋顯明咗神嘅愛係能夠突破一切嘅障礙，甚至超越咗死亡嘅界限，嚟到我哋嘅當中，將嗰份無盡嘅愛賜俾我哋。十字架象徵痛苦，但係佢亦都係救贖嘅記號。耶穌嘅死亡使我哋得救，並且帶嚟新嘅生命。佢提醒我哋，即使喺最黑暗嘅時刻，神對我哋嘅愛係不離不棄嘅。我哋今天所擁有嘅自由、平安、救恩，都係因為耶穌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一切。當我哋面對人生嘅風浪嘅時候，讓我哋唔好忘記呢一刻，耶穌曾經為我哋捨命，並且為我哋帶嚟咗無盡嘅生命同埋希望。